咱真侪台湾人拢喜欢去日本旅游，那日本政府就要伫2月派入境检察员进驻桃园机场。到时咱台湾飞北海道、东北区等10个特定机场的旅客会当预先通关，提早做入境的审查，飞到日本就会使行快速通关。去日本旅游更较方便咯。2月日本政府会派入境检察员进驻桃园机场，对飞去北海道甲东北地区等10个特定机场的旅客，有先通关入境审查，到所在搁一摆确认身份，等伊来了后，就用快速通关，至少会用省半点钟的时间。到时阵会吸引更较侪旅客去日本佚佗。我觉得这样很方便，然后节省很多时间，因为而且我们又带小孩，然后希望手续可以简便一些，很方便啊。这样子下来的话就蛮方便的。如果这样，应该大家会更想要去日本吧？很方便啊。怎么说？就省去在那边等待的时间啊。因应春节连续假期疏分高峰，但这合作机场有先通关入境看诊，时间会1月7日到29。桃园机场公司表示，2005年到2009年都捌合作过，伫去年重新启用，得到台湾旅客热烈欢迎，今年扩大办理。除了延长时间1个月之外，同时呢也增加了航班，包含了华航、星宇跟台湾虎航，总共12个航班参与。台湾的旅客的人数跟消费力呢，都是日本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旅游的客源地。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，去年台湾去日本的民众有410.2万人次，敢若排伫个南韩的后边。不过台湾旅客今年的消费金额有7786亿支票，差不多台票1693亿，是全球游客第一。目前用这10个机场作为试办的对象，为期1个月。若成效正好，未来不排除延长期限，佮扩大适用机场的名单，让台湾旅客去日本更较方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